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9月2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篇，箴言21章第10节到16节，路加福音20章45节到21章的第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与主同行。我们在9月20号有谈到寡妇的2个钱，一个全心将全部奉献给主，为主所用的一个典范。但是非常可惜的是，这个世上有太多的人，甚至是基督徒，特别是那些富有的、拥有财富比较多的人，通常是为富不仁，欺压穷人跟需要的人，那么泯灭人性。非常清楚的，这并不是基督徒的呼召，更不是上帝的旨意跟上帝的特质。一个基督徒应当是学习上帝的特质，然后与上帝同行。如同弥迦书第6章第8节的经文，先知的话说道：不，上主已经指示我们什么是善，他要求的是伸张正义，实行不变的爱，谦卑的跟我们的上帝同行。虽然圣经如此教导，但是如同亚当一样，许多人还是违背了上帝的旨意。因此呢，智慧之言要来提醒我们，劝勉我们。箴言21章第10节到16节，邪恶的人日夜想做坏事，对邻人毫无慈心，狂傲的人受惩罚，无知的人也得到教训，明智的人所受的劝导却越发增加之事。公义的上帝洞悉邪恶的人的心思，他要使他们灭亡败亡，从而不闻穷人的哀求的，自己求助时也无人理睬。暗中送礼可息怒气，用钱贿赂可止烈怒。秉公行义使正直的人高兴，作恶的人却心怀恐惧。从明智路上迷失的人，死亡正在等着他。经学教师、法利赛人，他们都是假道学，喜欢让人在街道上、城门口称赞，实际上却欺压寡妇和弱势。他们没有与上帝同行，没有心存上帝的慈爱与怜悯，反倒是在生活上面呢，困苦的这个寡妇，她愿意将生活的全部奉献给上帝。这正是旧约与新约诫命的教导，要全心全意全情全志的爱主你的上帝，就是全生命的意思。基督徒必须要努力的学习与主同行，才是真实的回应上帝的呼召。路加福音20章45节到21章第4节，经文这样说道：群众倾听着的时候，耶稣对他们说，要防备那一些经学教师，他们喜欢穿着长袍招摇过市，喜欢人家在公共场所向他们致敬问安，又爱会堂里的特别座位和宴会上的首座。他们吞没了寡妇的家产，然后表演长篇的祷告。他们一定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。21章，耶稣抬头观看，看见一些有钱人把他们的捐款投进了圣殿的奉献箱里。他又看见一个穷寡妇投了2个小铜板。于是他说，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这个穷寡妇所奉献的比其他的人多，因为别人是从他们的财富当中捐出有余的，可是他已经很穷，却把自己全部的生活费都献上了。诗篇12篇，上主啊，求你帮助，因敬虔的人没有了，
忠诚的人再也找不到。大家彼此撒谎，用油滑的话互相欺诈，求上主切断圆滑的舌头，封闭狂妄的嘴唇。他们说，我们要畅所欲言，谁能管我们说什么话呢？可是上主说，我就要来，因为穷苦人受欺压，被迫害的人痛苦呻吟，我要把他们所渴望的赐给他们。他们的应许纯真可靠，像是炉火中炼过7次的银子。作恶的人到处横行，人人歌颂邪恶。上主啊，求你保护我们，使我们摆脱这世代的人。感谢爱我们的上帝赐给我们救恩，也使我们能够领受上帝的呼召，来与主同行。让我们学习以怜悯与慈爱的心来爱人，以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上帝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